看这边哈，他们这边大河里面渔获都挺大的哈。来，看看有没有啊？不知有没有啊？哎嘿，哎，快！快！来，可以啊。再来一斗呗，哇，这个也漂亮。这边一直捞，一直有鱼哈。哎，还有几个？哦，乖乖呢，这条海边老瓜可这就摔了翁了。来，漂亮！我今天啊，50斤大板鸡起步哈，来直接来我直播间看我捞鱼哈，正在开播。